台南所有一个旅馆饭店业者组织做会，一来接受市长吴伟条颁奖，因为观光旅局日前对商务智能、乐龄亲子、设计特色加轻旅方便等4大类进行评鉴，对352间申请当中，最后有36间获奖。有业者会当讲是负责接待台南游客观光大赛。所以经营上如何兼顾城市友善的好印象相当要紧。根据了解，虽然受疫情冲击，不过台南新设立加大房的比例，对109年到打拢是6都第一。那这171家里面呢，其实我们也不断的有一些新形态的一个业者的加入。那另外，我们的一个住宿率的表现，在109年，我们到现在看到的数字是6都的第1名。在110年的上半年，因为现在还没有下半年的整体的数字哦，110年的上半年，我们也是6都之冠。那在全国呢，我们的一般旅馆也是第1名哦。所以，其实，在这些种种的数字表现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旅馆、民宿的业者为我们负担了相当大的一个所谓的游客的一个接待。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也认为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能量跟机制来辅导业者们，能够再更上一层楼，为我们做好我们的友善大使的一个工作。为了拼观光行销台南，市长委特强调，好的就要扩大行销和百货来比较，嘛不是只有5000间的饭店，包括民宿、旅馆拢同款，透过评鉴，让业者愈有竞争力，甚至迎合国际标准。我们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它如何让你能够识货？就是透过许多优质的这个评鉴，透过这个评鉴，譬如说米其林，很多人是看到米其林的指南在看，这家好吃，所以米其林指南发布以后就变成排队名店。但不发布之前，东西一样好吃，为什么不去排队？因为不知道。所以说，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评鉴，透过这样的一个评鉴的发布，透过这样的评鉴的发布跟媒体跟口碑这能够造就许许多多的大家知道好的，让更多的消费者、更多的民众能够认识这些好的旅宿业者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我。对疫情已经变成日常，政府如何协助业者升级转型，营造良性竞争环境，嘛感受台南用心款待，拢值得可鉴。台南新闻顾文吉何秋芳采访报道。